佇咱教會中間陪我足久的一個故事甲感動，甲咱做伙來甲上帝討真正的智慧。咱的主耶穌講：恁佇世間，就愛先求上帝的國，甲上帝的義。咱敢有因為這個信仰，咱敢有因為信耶穌，所以咱感覺咱哪來有智慧？願天父上帝，咱佇一生中間有智慧，因為智慧的人會曉選擇一生中間上重要的事。求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，互咱找到，以咱一生中間所想事極其寶貝，對咱的一生不但一生，到行行順順，攏要是祝福，也有影響。咱同心來祈禱，懇求天父上帝幫助阮佇今仔日的禮拜，互阮會當通過聖神的幫助，阮的目睭得到拍開，阮的耳孔嘛聽見。主啊，毋是干那看，毋是干那聽，主阮閣會當徹底上明白，知影什麼是對阮一生中間是寶貝。求天父上帝幫助阮佇一生中間，阮所追求的成功，毋是用錢來比拼；阮所追求的成功，毋是用社會地位的關係來比拼。主，阮所追求的價值甲成功，是用上帝國甲上帝義做阮一生最大的尊敬。求天父上帝幫助阮佇今仔日的禮拜，你的話正做阮腳前的燈，路上的光。不但是安尼，也互阮的囡仔來得到祝福。願佇你的面前拍開阮的心，向你來領受。主，你將天國的財寶，就是天靈來的恩賜，放佇阮的內心。願佇你的面前，安尼懇求祈禱，我靠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門。這個故事是感動的。2007年，咱台灣有一個科學家叫做何大一，伊倒來到台灣的目的，是為着要將伊一生中間最大的恩賜來貢獻給伊家己的故鄉台灣。伊的研究會通成做世界真趁錢的藥啊，但是伊仰望伊的知識甲伊的能力，這粒藥啊要留給台灣來做。何大一，所以當伊用這麼優秀的身份倒來到台灣，伊對心中人問伊講：你為什麼要倒來台灣？伊講：佇我一生中間所追求的，是一個毋是用價錢來比拼的。我的能力、我的文術、我的智慧，毋是要用佇干那趁錢。所以《天下》雜誌甲伊報道的時陣，迄個時陣我大概中年，我真互迄句話吸引。伊講：尋找一個不以錢衡量的成功。兄弟姊妹，邀請恁為着恁的囡仔將來做一個祈禱。你教囡仔，你栽培囡仔，你期待因。兄弟姊妹，毋是干那用趁錢做你的囡仔一生將來的成功。兄弟姊妹，嘛毋是讀好學校名校啊，你就揚眉吐氣，毋是。人的一生中間有上帝所定着，咱的一生的價值毋是價錢。你的一生有幾兩重，古早人安尼講，但是更加重要的是，我的生命，我的靈魂是非賣品，袂當用錢來衡量。願天父上帝幫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來聽這個聖經安怎講。耶穌講：恁著愛積聚財寶佇天裡，成就我的國甲我的義。咱人佇這個世間積聚的財寶，攏佇地裡，咱的產業。咱的價金，咱的厝體，咱開一頓，你什麼攏炸袂走，對不對？你講牧師，我雖然炸袂走，但是我留我囝兒孫啊。兄弟姊妹，留田園厝體甲財產，對你的囡仔，敢有比靈魂更加重要？願天父上帝幫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明白真正的價值，甲真正的。上帝所要賞賜咱積聚佇天裡這種的財寶。這張相片是上帝對一個囡仔所講的話。你會想講牧師，你咧講道攏上過理想化。我是平凡人，我是做事人，我是做工人。我們談不上價值，我們談不上偉大。兄弟姊妹唔通看輕家己。咱雖然真平凡，但是咱的上帝無平凡。願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像一個囡仔，伊對細漢
就不得耶穌。兄弟姊妹，你若將上帝國的政治，你若將上帝國的政治放在你的囡仔心內，雖然你我咱攏平凡，但是咱的囡仔將來有可能會偉大。你聽有無？兄弟姊妹，你若將一個這種價值的想法，將一個這種價值的智慧放在你囡仔心內，上帝要將迄個天國的政治放在伊的活命中間。雖然草地囡仔，但是有可能將來伊是如鷹展翅，回到天的地極、地的地極跟極懸的所在。上帝的政治是極其有價值和偉大。兄弟姊妹，願咱會記得，上帝讓咱得到這個信仰，是愛咱將真理的政治放在子孫的心內。我感謝上帝，讓我有兩方的阿祖攏信耶穌。我感謝上帝，讓我在基督教的家庭內底，通過這個信仰，再好歹，也對細漢的時陣就開始甲上帝參詳講，我的一生到底會怎樣？也這你捌想過嗎？咱雖然檢測離迄個偉大足遠，咱檢測嘛無遐尼有這個背景有這個雄厚的財力，但是兄弟姊妹，上帝愛咱來得到伊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咱雖然是平凡的草地教會，但是奇妙有真濟人對真遠的所在，甲咱咧做伙做禮拜。昨我接到一通電話，伊甲我問講，牧師，明仔載教會是毋是有聖餐禮拜？我講是。伊甲我講安尼我緊來去超商買一個吐司，甲買一罐葡萄汁。伊想要佇因兜，雖然伊袂當來到德堂，因為德堂離伊的厝足遠。伊講，牧師，佇直播的中間，我要甲教會做伙受聖餐。咱嘛有一個常常來奉窯商，伊對三甲，伊愈來愈頻繁。伊第一擺來到教會，我要記得伊自我介紹，甲我講，我是主堂教會雲端的會友。兄弟姊妹，除了對美國倒來咱的兄弟姊妹以外，無比伊佫較遠。伊甘願坐車，後來到園林、到田中，佫搬車坐公車。真早就來到教會，要甲咱做伙受聖餐。兄弟姊妹，原咱是平凡的教會，但是咱為上帝做無平凡的代志。因為耶穌講，我所做的代志，你嘛要做，而且做更較大的事。我對少年到今賣攏讀無。我講我是好，我是什麼人？好德好靈，我會當做比耶穌更較大的事。最近我才了解講，耶穌甲我講，用大愛做小事。也再聽清楚，耶穌咧講，你要做更較大的事，毋是驚死人的大代志，是真小看。因為聖經講，你佇小事盡忠，將來你嘛要佇大事頂懸盡忠。用大愛做小事，因為耶穌有解說，我所做的，你嘛要做。耶穌來到這個世間，是用十字架的疼，做上帝愛伊做的代志。也這安尼，咱有明白嗎？我咱就今仔日個禮拜，雖然是一個真嚴肅的主題，好親像離咱真遠，咱嘛無親像何大一遐尼偉大，咱嘛無親像李遠哲遐尼偉大，咱嘛無親像王啟慧遐尼偉大。在台灣，你敢知影上帝偌疼台灣？有恁遮爾多有成就的人，因甘願離開因佇美國，因家己所設立的佇矽谷也好，所設立的新創的公司，因甘願將因的成就，將來就影響咱的一粒藥啊！伊早都愛台灣做，早都愛台灣，互台灣錢，即個互台灣佇國際上毋是趁錢，互即個利益會當互台灣即個社會分享，甲得到幫助。可惜，台灣人平庸，台灣人愚公，何大伊的心願並無完成，因為伊甲王啟慧，攏因為宇昌事件，
讓人糟蹋到滿面磚頭花，伊好的心意，並無照安尼成就。但是我知影，台灣有真濟幕後的無名英雄，李遠哲嘛是安尼，何大一嘛是安尼，王啟慧嘛是安尼，陳建仁嘛是安尼。兄弟姊妹，台灣不是敢若有一個張忠謀啦，加在有真濟。當因成功的時陣，因咧選擇，伊佇將來一生結束的時陣，人評斷他們的價值的時陣，毋是用賺偌濟錢來評價因活的價值。兄弟姊妹，咱甲遮的中研院的院長完全無法度相比。但是兄弟姊妹，用大愛做小事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是一個平凡的教會，毋通看輕家己。檢查對你的家族要出狀元嘛，無一定。兄弟姊妹，你講牧師今仔日無履行狀元這種代志啊？牧師嘛無鼓勵咱的囡仔將來一定要讀台大，一定要做教授。人的一生毋是用安尼來相比，人特別是基督徒。是咱比較的中間是咧比講，啥物人佫較親像耶穌？或者你聽好清楚，基督徒佇教會內底出入，彼此比較的，毋是講你啥物人趁較濟錢，啥物人社會較懸，是咧比講啥物人較親像耶穌。兄弟姊妹，你若親像耶穌，你自然而然，你就做一路價值的代志，用耶穌的心做心。你就明白，你佇一生中間要選擇什麼。兄弟姊妹，偉大離咱真遙遠，但是兄弟姊妹，佇今仔禮拜牧師要鼓勵咱，你可以的。只要你照信用做，只要你照信用做。耶穌講：小事真重，你佇大事頂懸也真重。你若佇小事真重，聖經講迄個故事，伊講。國王要將10座城牆，我要將10座城交佇你的手中。咱也要準備好勢，咱若無夠個信心，咱若無夠個誠實，上帝不可能將這個榮華富貴交予你，因為你真有可能摕到榮華富貴了後，你就馬上墮落。今仔日牧師無要推任何一個政黨講話。但是，什麼人伊會當判病的時陣，互總統完了，一年的中間，逐個月攏將36萬的薪水，擱獻予國家。這個人捌為了台灣的自由甲民主，互人判死刑，伊的名叫做陳菊。有一個人，伊總統摕落來，伊注重健身，伊甘願領有教業就好。迄個人的名叫做小英。兄弟姊妹，政黨真歹看，有時政黨嘛真惡毒。但兄弟姊妹，你我咱應該有智慧，因為咱選出來的人，伊咧管這個國家。兄弟姊妹，我們是生命的推手，咱若將上帝國的政治放佇你的囡仔心內，檢查有一日。你的囡仔無得確會當做行政院長，檢查有一日，你的囡仔無一定會當做某一個部的真平凡的基礎的公務人員。兄弟姊妹，平凡的基層的公務人員，無比迄個部長、行政院長較無路用，因為所有的行政的工作，攏是基層的工人來做。兄弟姊妹，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牧師要一方面祝福咱大家，一方面嘛祝福咱，毋通看輕家己，總要在言語、行為、愛心、信心上、親切上，做眾人的榜樣。這是保羅甲提摩太所講的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我咱到這個教會，咱選擇這個信仰，咱毋是干那要甲上帝討榮華富貴。咱毋是干那要甲上帝討榮華富貴，咱要甲上帝討講，互我一生有路用，互我一生為你所用。
兄弟姊妹，願上帝對你講話，對你開始，到你後代子孫。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，互咱一個工作，以後用祈禱為着你的子兒孫祈禱。主開我的囡仔的目睭，阮一生毋是干咧用趁錢來決定伊的前途。互我的囡仔無誇口，伊所讀的學校是名校。互我的囡仔佇卑微的人的面前有謙卑，佇真濟榮華富貴引誘的內底，伊的靈魂是火麥品。我擱講一擺，兄弟姊妹，咱的靈魂，咱的品格是沒有價碼的，是不能妥協的，是不能被出賣的。安尼才是基督徒。呀，這你講阿們嗎？你若講阿們的時候，上帝大大施虧力互你做得勝的基督徒。你若講阿們的時候，上帝開你的目睭，互你知，佇地上無一個國度比上帝榮耀的天國更加偉大。人算什麼？憑什麼做比耶穌更加大的事？聖經甲我講，耶穌所做的代志，只有一項，定是未假。兄弟姊妹，你願意將你的老我、你錯誤的價值觀念，交予耶穌，予耶穌來處理。主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人捌真正的富足、豐盛的活命、富足的人生、滿足的喜樂，毋是因為你有偌濟，是因為你心內無迄個乞食性，是因為咱的心內無迄個欠缺。我兼濟，我兼濟，我兼濟。一個會當過簡樸生活的人，伊就有法度得到滿足的喜樂。主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真正真捌。錢買袂到的物件，你講世間到為了錢買袂到的物件，呀，這你若真足甲想，錢買袂到健康，你有同意無？當你破病，特別是足嚴重的時陣。你用較濟錢，想要叫做全台灣上出名的醫生來甲你做。有當時你有錢，你都無才調面對你的困境。錢敢有一定會幸福嗎？兄弟姊妹，有真濟物件錢買袂到，人的健康、人的幸福、人的智慧、人正直的心、清氣的心、良善的靈魂。最近咱的查經進度拄來講雅各書。雅各書作底只有5章，但是雅各書伊的重要無比保羅的批信更加無路用，因為所有的基督徒攏感覺保羅的講得較有理，人只要信就得義啊！世間哪有那麼便宜的事情？因信稱義就是講，我若信耶穌，認耶穌做救主，我就摕到一張叫做天堂的入場券。寫了了就一信，一切攏好了了啊嗎？雅各無否定保羅所講因信稱義，但是雅各講一項，信心若無行為是死的。雅各所講的，伊無否定信心的重要。雅各所講的，人若甲世界、人若甲世俗做朋友，叫做世俗化，伊就是明明甲上帝作對。你講無書寫佇啥物所在？雅各書4章4節。人若以世俗為友，就是與神為敵。兄弟姊妹，願咱信上帝，清楚、徹底、歡頭喜面、願意，也願這個榮耀尊貴的真理，幫助恁的家族佇莊頭、佇逐所在。人攏講因基督徒甲人無共款，願天父上帝將這個。用錢買袂到，就是天國的畫面、永生，享受予咱遐的姊妹。那安尼，錢所買袂到，耶穌所講的這個寶貝到底是什麼？伊講你都愛佇今生積聚你的產業，佇未來天頂的所在。人講錢不帶來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對吧？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不是干那錢爾，
有真濟物件，毋是咱出世帶來，嘛毋是咱會通帶去天堂的所在。就一項就是人一生所結的果子，人一生所結的果子，迄個果子將來要佇天堂，佇上帝的聖殿內底，擺佇迄個咱叫做感恩節的聖餐桌的頂端。兄弟姊妹，願你為上帝將水的畫面水予你的囡仔看，願你為着上帝將迄個有價值的想法帶你的囡仔參詳，甲你的囡仔講：恁爸雖然學歷比你較低，但是恁爸知上帝的話袂使凊彩啊！牧師無講歹話啊！上帝祝福你做恁爸恁母，是佇你的家族中間是囝兒孫攏尊敬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三家弟弟親愛親。約伯伊講，智慧是無法度用錢買，世間人嘛平庸無知，袂通真捌。佇活人的地也無地通找。伊咧講的智慧，就是真理，就是信仰甲活命。兄弟姊妹，你出入教會遮爾久，你自認你是愚公的人，還是智慧的人？毋是人判斷，你知，上帝知。智慧的人將厝起造佇堅固的石板頂，你會記無？智慧的人知榮華富貴是親像日出的時的草，日頭一晒，伊就孤單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約伯擱再講，智慧是袂通用黃金來買，嘛袂通用平銀。平銀的意思就是講，放佇迄個天平上，啊一邊放你的物件，啊一邊用迄個銀兩，佇遐佇咧放，佇咧放，佇咧放，佇咧放。你才會當稱出來講，哦，這是幾斤幾兩？古早人有無稱喙、稱頭？古早人咧買物件，咧用錢。兄弟姊妹，約伯伊所講的意思就是，價錢不等於價值。咱的生命的價值，嘛毋是這個世間人用錢來論斷。兄弟姊妹，信仰是安尼。婚姻嘛是安尼，人生的投資嘛是安尼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望咱的心，咱甲上帝禱告，主開我的心門，互我明白，佇我一生中間有一項偉大的代志咧，聽候我去做。主求你望我的心，互我明白佇我一生中間，我願意用我的活命去換來。真正迄個價值，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上帝開始回答願意安尼祈禱的人，上帝開始回答應答，真正佇心內佇上帝面前發心安尼祈禱講，主求你互我明白佇我一生中間，天下一生當行何事為美？人佇一生着做什麼是好？傳道書第3章16節，所羅門王伊問家己的話：我佇一生中間，我應該做什麼？這是真正有價值的事。兄弟姊妹，牧師要邀請恁，為着恁家己將來祈禱。牧師毋是一個給人標準答案的牧師，當然牧師真願意甲恁講聖經的標準答案是啥，但是我知影。我所講的標準答案嘛，無一定是真正上帝所講的標準答案。所以我拄則一開始就甲恁講，耶穌所講為我做大事。牧師甲恁講，我將近68年，到最近才了解講，耶穌咧講的做大事是啥物？原來就是做小事。兄弟姊妹，願天父上帝應答咱的祈禱。耶穌講：獨獨積住你的財寶佇天頂。你會當問你家己講，上帝這句話到底什麼意思？既然你為耶穌所做的，將來攏記佇什麼所在？
記是天堂上帝手中迄本叫做活命冊。恁會記得聖經內底有講到生命冊嗎？記佇什麼所在？啟示錄。世間的落尾，當人到天堂，人佇上帝面前天使變開，正好生但心灰啊，一個入到內底，然後上帝拍開活命冊，上帝講：好，閣真正的查某囝，雖然你佇世間過真爽享的生活，但是你超期間，你有憐憫人的心。我歡喜，兄弟姊妹，接住財寶佇天裡的意思，就是用聽款待別人。上帝知你的輕重，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做禮拜，每一擺做禮拜，攏有收穫。每一擺坐佇上帝施恩寶座前，你的心攏火熱，聖神感動你，互你一日一日，一年一年。進步成長，人類最大的遺憾就是無知跟平庸。當一個人願意將伊上界大的生命的結晶，那佇美國的人講生化科技廠哦，有當時一粒藥啊，你捌聽過迄個迄種的叫做標靶的致癌的藥品有無？早期健保有當時標靶遐藥啊，一粒都幾啊萬呢。當健保無支付的時陣，你為着活命，你要食無？一禮拜才一粒呢？有誒甚至一日一粒。伊將伊心肝內底，伊講我即個土地栽培我佇即個所在大漢，我佇世界有成就，我要將我誒研究貢獻予我誒 motherland， 就是我誒故鄉。但是有真濟人。為着政治利益，兄弟姊妹真可惜。社會進步會有兩種人，一種歡喜看去進步，一種為着家己的利益主動進步。咱免講標準答案，但是咱問咱家己：我要做這個社會進步的推手，還是做這個社會進步的障礙？主幫助咱。兄弟姊妹，巧啊，愛醒起來。今仔日立法院立一個法，就是所有助理的薪水，攏是立法委員的補助款。恁感覺安尼有妥當嗎？兄弟姊妹，咱有責任，因為這票咱攏投掉，無論你是對一個政黨，這票你攏投掉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今仔日毋是咧講信仰那點，今仔日咧講起，即陣有信仰的人，因行出去禮拜堂外口了後，因佇即個社會，因安怎生活？恁有同意無？你我咱攏有責任，咱毋免互相批評，但是咱愛安靜想講。我雖然毋是一個真偉大的人，但我是佇即個國家。我有我基本應該負的責任，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可惜世間人聽無，然後真濟基督徒做一世人的禮拜，耶穌話嘛無一定拄了解。求主幫助咱佇今仔日個禮拜，咱會當親像何大意同款。我無再講頂解講一解的故事，我只有用伊一句話。你咧為着你的一生祈禱，你會安怎祈禱？你感覺你有好大一句話講，找到一個不以錢衡量的成功。我一生的成功，毋是用賺錢來決定，我要選擇什麼種的職業，做我的職業。兄弟姊妹，我敢換手佇我這個所在，甲恁分享講，佇我少年的時候，我選擇職業，真正毋是用我將來的薪水，選擇我要行的路。我毋是真教的人，但是兄弟姊妹，每一個基督徒攏會當安尼選擇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思考
在你的生命中間有什麼比錢更加重要？你唔免甲牧師回答，你為了你的家己，甲伊寫起來。主，我知影佇今仔日，你咧甲我講，唔通親像甘露，無用次次攏咧趁錢，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在咱的一生中間有一項，就是榮耀上帝，做一個正直、清氣、良善的基督徒。這樣代志比趁錢更加重要。耶穌講，獨獨聽天頂的上帝，也聽厝邊親像家己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好大伊這句話不是聖經的話，但是伊甲上帝國的價值觀念真一致。伊甲聖經內底咧講上帝國的價值觀念真一致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。咱有這種的氣質，有這種的氣勢，咱敢講我一生所做，不是干那為着我家己的利益來做決定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但是台灣人早期若這支股票上市，莫等啊動來動西，搞不好迄支股票比台積電更較早佇台灣，搶啊掠袂掉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互咱對平庸的惡。對這個社會似是而非的主張，咱甲伊講，不要這樣子，有話好好講，愛用對的方法來做對的代志，愛用對的方法來做對的代志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何大一王啟慧做中研院的院長，大家甲罵甲無一個對。伊感覺這個人是倒來貪圖迄個高官甲高薪水，兄弟姊妹是咱毋捌看過好嘢人啦。你敢知佇美國那大間公司 CEO 一個人的年薪水是偌濟？你敢想象會到？全世界排行榜前10名，遐公司的 CEO 一年的薪水偌濟？毋是100萬起跳呢，嘛毋是1000萬起跳呢。嘛毋是1億起跳，1億都敢若國家遐個職棒的選手的年薪都上億起跳。王啟慧食嘛，我毋知伊有偌濟食嘛，但是甘願倒來台灣接這個工作，到最後判無罪，但是已經滿面全投會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。中華的台灣人用良善、用正直，聽這個土地。若不愛做台灣人，不要緊，足簡單。其實，咱咧講大門無關門啊！你若要去，你就自由，家己自輕便嘛。兄弟姊妹，咱攏聽台灣對無？用耶穌基督聽來聽台灣，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人類最大的遺憾就是平庸跟無知。平庸就是對應該做的代志無主張，無知就是唔知啥物叫做對甲唔對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今日牧師要甲咱分享2個祈禱：第一，甲上帝討，互我一生會當做一個有價值的事；主幫助我一生會當做有價值的事。你的囡仔出世，你的孫仔出世，你若有機會甲抱的時陣，牧師甲你建議，你甲伊惜。主，我將我的孫交予你，求你互伊有一種的榮幸，互伊一種的榮幸，佇一生中間會當做一個有價值的事。兄弟姊妹，你為你的孫仔祈禱，你的孫仔真正會當互上帝甲伊祝福。不但安尼。你的孫仔將來嘛有可能會當祝福這個土地，你的家庭甲這個國家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兄弟姊妹，我閣一擺甲咱提醒，咱毋通感覺牧師咧講的話上過理想性，牧師所講的話偉大離我的家族很遙遠，生者都無夠，閣拍官，對吧？兄弟姊妹，毋是安尼。
上帝予咱來到這個世間，一定有伊要予咱做的代志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聽咱的祈禱，回應咱，賞賜咱智慧，予咱佇這代志中間，我莫閣講這個人啊，脫離平凡，用信仰做平凡的事，就是無平凡的代志。一個人來到一生，無看懸，無看低，一條路專心行到頭，一項代志用一生做好勢。佇日本伊叫做職人。兄弟姊妹，用這種的態度做一項平凡的事，就是無平凡的人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在咱的一生中間，上帝祝福你，找到一條一生不用換跑道，向着標杆直跑，直到一生的路尾。主祝福咱，祝福你的囡仔，嘛祝福咱這個平凡的教會。咱佇咱的教會，咱通過祈禱，咱將這間教會交給上帝。佇咱教會所有的綠地，咱攏壓了火的種子。所以真濟人來到這間教會，攏講一行一嘛，就講出來，講袂出來，感覺講，佇這個真自然有花花草草的教會內底，感覺心曠神怡。兄弟姊妹，佇你的心內，若有一個沃土。你的內心有一個清氣的土地，你若願意讓上帝國的種子也在你的內底，你的生命會開出真水的花，讓你的親人朋友看講，因基督徒甲人無同款。這就是上帝國的種子的效果。主為你的囡仔做這個有使命的工作。你要看見將來你的孫的孫，因的成就，因的正直，因的品格，因予人得到祝福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既然咱所做一切，上帝看最好的，就是親像牧師拄則甲咱解說啟示了講，上帝將你的名就寫佇伊的生命冊頂懸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第二，牧師要邀請咱的祈禱，就是甲主禱，主開我的目睭，蒙我的心，予我有明白的智慧。智慧就是一種能力，伊會當做正確的選擇，伊會當做正確的判斷，伊會當明白應該用什麼種的態度來面對當下。智慧的人用對的方法做對的事。求天父上帝賞賜咱兄弟姊妹。咱雖然是平凡的草地教會，但是咱的教會只要有聖經，咱所講的話就有道理。咱若實實在在尊敬這本聖經，照這件聖經的價值觀念來生活。這本聖經自然就有道理。咱的厝邊要看見講，因基督徒佇任何的事頂懸，甲人無同款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因為聖經講《箴言》2章第7節，伊講上帝將真的智慧賞賜予正直的人。這句話，甲咱常常咧聽講，要啉清氣的水就愛安怎？摕清氣的杯仔內底，上帝將真的智慧，聖經中間特別用加一個真的智慧，智慧佇聖經中間出足濟，反覆對聖經頭先講，一直咧講智慧的重要。但是箴言第2章第7節講，上帝將真的智慧賞賜予正直的人。有的道理咱無到一個會聽無，對無？人有當時需要經歷的解說，但是無經驗的人，伊要怎樣才做有智慧的人？聖神若佇人的內心，人就會突發靈感，人就有第六感，人就有一個感動。因為聖神將迄個智慧放佇你的內心的時候，雖然你毋捌做過迄項代志，但是你佇智慧的光照的下面，你感覺
有一個直覺，往右邊走就對了啦。古早人講這叫做直覺啦，其實不是直覺，是上帝聖神在人的生命中間，伊的做工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做做雙手甲主禱。主，我要將你的話放入我的心，我要將你的話放入我的思想，我要跟你討論，我不要跟你冤家。主，你所講的話，你講準算。你講的話無人打折，你的囝兒唔敢自作主張。主，我將你的話放入我的思想，主，我將你的話放入我的內心。兄弟姊妹，願上帝聽你這兩個祈禱。當你發出這個祈禱的時，聖神要出現開天，用伊的光照在你的內心。你就親像在黑暗的崩坑的內底，忽然有人對天靈給你拍開天窗，光照，你就發現到上帝所溫藏真理的寶貝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上個地地。最後，牧師要邀請恁做三個祈禱，恁甲上帝禱。第一，求聖神幫助我，無互金錢欺騙。第一，主啊，我知影真正有價值的代志比錢更加重要。主，求你幫助我，無互金錢欺騙。今仔真濟人是做錢路財，你著要做錢的主人，毋通做錢的奴才。猶太人安尼講，你愛有錢，你愛用錢，會曉你用錢的人才是錢的主人，毋是烏白開，毋是。求天父上帝賞賜你的囡仔，將來有理財的觀念，有正確的理財的態度，會曉用錢，毋是用錢親像咱那個牛的牛狗啦，對鼻孔光咧，拖咧行，牽去菜市仔賣。兄弟姊妹，第二個祈禱，求主賞賜我智慧，互我會當明白什麼是長遠的、長闊高深、永久的、永續經營。等我離開的時候，這項事、這個事業也要繼續到我代代的子孫。我阿祖放一個產業，到阮這代，阮的阿祖留落來的工作。也要擱佇阮的家族中間來繼續幾代，到我第5代，到我的落去囡仔第6代。兄弟姊妹，有什麼是永遠的？信仰，信仰是傳家之寶。願天父上帝擱聽咱第三個祈禱，主耶穌，互我明白，佇我一生中間無任何事比你更加重要。保羅講：“我看耶穌做我生命的至寶。”兄弟姊妹，咱會當做耶穌基督學生，毋是咱咬咱選耶穌。我講耶穌是我選你，請你坐大位。兄弟姊妹，毋是咱選耶穌，是耶穌選咱。耶穌將這種福音的人生邀請咱。伊講一個故事，講伊辦青草，伊請人來領受，但是真濟人聽無，攏家己轉啊！我無用，我無用，我無用。兄弟姊妹，願咱主耶穌，伊甲咱陪伴生命的宴席，咱誠做有福氣的人，咱誠做有福氣的人，因為咱到目睭要開順，咱甲上帝講：家在，我有相信你。求主賞賜咱真正智慧，甲永活的活命，咱同心來祈禱。活命的主，阮感謝你，阮敬拜你，阮何等的福氣，會當佇阮一生的年日中間，受主你的揀選。互你會聽，互你聽惜，稱阮做你的寶貝，稱阮做你的囝兒。主佇今仔日個禮拜中間，阮反省阮的生活，阮為着阮的平凡感謝你，
我無要看輕，我是一個平凡的人。主，我要伸出雙手，甲你討上帝國的宗旨，就是真理，就是活命。主，求你將真理甲活命賞賜予你的囝兒，互我有機會將真理甲活命放佇我的囝兒孫因的心思意念。祝福阮的囝兒孫到代代，因為敬畏耶和華，因的一生就得到對天而來的福分。至聖的主，聽我祈禱，賞賜我智慧，互我辨明全世間人生不是錢上重要。主，求你幫助我，互我親近你，用主耶穌做我唯一的主，是我生命中最寶貝。我的老師，我的朋友，我的上帝，專在你的面前同心祈禱，我靠耶穌你的聖尊名求，阿們。